好，那这一首，先讲一下
各位参祭，大家平安。平安。这是邀请咱大家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咱同心为着咱今仔来到主的面前，来找求伊，来敬拜伊，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搁一道呼召阮来到你的圣殿。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讹乐你，我们用心灵、心息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看着阮来尊崇敬拜大君王。阮将阮的心灵交托伫你的面前，求你来带领引带。互阮伫今仔日礼拜中来体验主你的疼，搁一摆临到阮的生命当中，互阮搁一摆透过牧师传讲的信息，重新得到开力，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我讹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唱秋宣扬。我讹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永无错。万军的军，万王的王。做前，早知今知，永远的主，多多你，谈的尊重甲荣耀。我讹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向秋宣扬。我讹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永无错。这是咱为着咱家己的关甲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咱大家来祈祷，恳求主持续带领咱每天的生活。伊的恩典持续施落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咱三角来祈祷。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生命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我满足喜乐。主，我们感谢你，恳求你，让阮三角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阮。伫你面前，阮有满足的喜乐。主啊，阮感谢你，赐了你的话语伫阮的生命当中，佮使阮有丰盛的生命。主啊，阮真正是袂当创啥，离开你，阮就袂当做啥物。主啊，我们紧紧来跟对你，求你帮助阮，逐天养成读经、亲近你的习惯。我们将心灵、生命的主权交托伫你的圣手。求你来掌管伫阮的生命当中，互阮凡事兴盛。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这是咱嘛要为着教会中肢体病痛，甲受到疫情影响的工课甲经济收入的，咱三工为因来祈祷，嘛要为着教会中逐个家庭来祈祷。求主赐了丰盛，赐了平安伫每一个家庭当中。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喜乐安慰的主，主啊，阮总是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你，主，阮常常袂记你来困着你，主啊，困着你赦免阮，主啊，阮看过阮即个厝姊妹，主啊，互因伫你的是的对面，主啊，你能当来引带因来顶的时。主
主爱天父，你看顾人类，施乐安慰，你是阮患难中得闪的所在。阮逐摆有困难时，总是来到你的面前，来求着帮赞甲安慰。即时，阮要为着教会中身体病痛、心灵忧伤的兄弟，向你来祈求，求你用你的怜悯来看顾因，用你的大能来医治因，圣神的气力安慰因。互因赢过病痛的苦痛，早日得到健康。特别伫医疗的期间，求你互因有信心、甲耐心，有喜乐、甲活泼的心智。通过这款艰难的日子，主啊，阮求你互因早日来恢复勇健，来敬拜你，用因的健康来荣耀你的性命。主啊，嘛要透过今仔日的敬拜，我来祈祷，主啊，来为着有伫疫情当中有经济受到影响的兄弟姊妹，我嘛献上阮的祈祷。主啊，阮知你是供应阮一切所需要的上帝，你是丰盛的上帝，你阁乐意施阮互阮众人类，求你为阮拍开天顶的丰盛，互阮有满有你的丰盛，无地来欠缺。主啊，你知影阮有真侪的负担，求主你互阮看起你施阮的手，你就互阮得到你出人意料的平安。主啊，阮知影你咧看顾阮，你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确定来为阮来陪伴。主啊，求你赐福伫阮手所做的工课，赐福阮的经济，佮赐福阮有理财的智慧。教是阮安怎成做金钱的好管家，互阮用信心来回应你的恩典。阮就要领受你应允赐予阮的福分。主，阮也要为着富强教会逐个家庭献上阮的祈祷。主，你总是遮尔听阮。当阮的祈祷的时阵，阮亲像就会当望到你对阮的听。你求你大大施恩每一个富强教会家庭。互因会当感受到伫你听中的美好，伫你的听内底得到满足，互阮得到源源不断的喜乐甲平安。求你互每一个家庭拢是被你所祝福的家庭，乐意来亲近你，来服侍你。互阮每一个家庭中的成员，拢会当彼此相听，用嘴来讲出彼此造就的话语。互阮所有富强的家庭是一个丰盛的家庭，主啊，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乐耶和华，我敬颂耶和华，我歌鼓相求宣扬，我乐耶和华。我敬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永无线。万军的军，万王的王，我乐伫你宝座前。早在今在，永远的主，多多离间你尊重甲荣耀。我乐耶和华，我敬颂耶和华，我歌鼓相求宣扬。我乐耶和华，我敬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永无线。这是咱也为着教会中职团契首长、团长、牧区区长甲小组长，以及整个教会的宣教的事工，咱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主来带领引带，互所有的同工拢有合一的心志，来到主的面前，追求同一个意向，来顺服伫牧师的带领之下，来推动教会逐项的事工。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咱出声来祈祷。
消除他们的攻击者的教会的宣教事工全部摆上，求我们恳求你们的帮助带领，在所有的事工上面都有你的掌管同在。恳求你们在这个教会主管理的主，我告诉主康，好可以在过程中得到帮助。主，感谢你赞美，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为着富强教会竞选一群热心服侍、愿意委身的忠职团工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来完成种种的事工。主啊，求你赐了因有甘心服侍的心志伫因身上。主啊，求你赐了合一伫因的中间，透过因的服侍，搁来亲近较无你。求你赐了无同款的恩赐伫因的身上。互因成做一个合一的团队，成做你的好管家。主啊，我嘛恳求你赐予因的家庭、因的工课，互因的身心灵拢会当得到健壮。无论因伫什么的职位，拢会当荣耀你的名。主啊，我嘛恳求你，互因会当体贴你的心意来传福音。虽然看出来是付出，毋过实际上是得到。当阮开始分享好消息的时阵，主啊，你就为阮拍开天门，将能力、智慧、资源甲听人的心，拢加添互因。主啊，求你，互阮阁有较侪听人的心，互阮有对传福音有负担。主啊，我们恳求你，无论教会，阮推动什么的事工，主你的圣神拢教阮三甲伫地。主啊，我们将恳求你，将属天的喜乐。属天的平安，拢赐了伫因的身上，互因所有的同工所有教会事工，拢会当因为你的名来实行，来得到你的荣耀。我们来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们。这是咱嘛要为着乌克兰的甲俄罗斯的战争来献上咱的祈祷，咱嘛要为着咱台湾来代祷，来祈祷。为着台湾伫新的国度来祈祷，咱开始三甲出声来祈祷。主啊，你是掌管天地的主，万物拢服侍你伫你的脚下。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为着阮徛起的台湾来祈祷。主啊，求你降落人民，伸出你大能的双手来医治阮这片土地。主啊，愿你的圣洁的荣耀的光来遍照伫台湾这个土地，互阮伫健康的环境当中来生活。来的确享受属天的平安。主啊，求你赐了阮智慧。主啊，求你互阮的政府一切负责治理的官员，拢有你属天的智慧、仁爱、公义的心甲勇气，互因来敬畏主，存谦卑的心来治理，互台湾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合一的脚步。主啊，恳求你掌管伫阮这片土地。因为伫你才有真的平安，我靠你的带领才是正确的方向。主啊，你的道路关结为世人的道路，求你将公义来带倒转来这个土地。求你，互每一位执政掌权的心中，拢有你的智慧甲因三甲伫地。主啊，我们愿你的名伫高举伫这个所在。主啊，我们常时为着乌克兰这个国家来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赏赐平安，临到这个所在，保守伫战争的当中的民众会当得到保守。主啊，求你伫这个困难的时刻，主你寄托上天的平安甲望，就来降临伫临到这个所在，互因有克服这个惊吓的力量，勇敢来徛起来。脱离战争的危机甲伤害，也求主伫这个发起战争的这个国家，伫因的心思意念来动工，互因来选择和平暂停来这个军事的行动，
互即个所在再次来恢复和平。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这是咱为着咱今仔日的主日为个礼拜定时，甲下牧师所传教的信息，甲所有服侍的同工，咱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主施阮死了伫牧师的身上，互赐了伫所有服侍同工的身上，互因透过服侍，搁一摆来体验主你的疼伫阮的当中。咱出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落你，主，我们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面前。主啊，你施恩的圣手，就临到这个所在。主啊，你的圣神只是临到阮的当中，到阮三角地带。主啊，我们透过今仔日的礼拜，主啊，我们搁一摆体验你圣神的大能伫阮的中间。主啊，我们为着牧师的讲道来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的圣神甲牧师三角同在，互牧师所传教的信息，随你所讲出来，拢是对你遐来的话语，对你遐来的听。主啊，阮透过牧师的讲道，互阮每一人重新得到快乐。主啊，我们常时为着所有的服侍同工嘛，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伫遮服侍同工的中间，互因透过服侍，搁一摆来体验主你的大能，体验主你是遮尔疼阮，互因透过服侍来服侍人，搁来听人。主啊，我们恳求，我们感恩恳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的故乡就算有。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永无山。万军的军，万王的王，我乐伫你宝座前。早在今在，永远的主，我乐你，我你尊重甲荣耀。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曲双手宣扬。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真心敬拜永无山。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曲双手宣扬。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真心敬拜永无山。万王的君，万王的王，我乐伫你宝座前。就是邀请兄弟姊妹，你也会使，咱对座位中来徛立，咱参加来敬拜咱的上帝。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曲双手宣扬。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真心敬拜永无山。我真心敬拜永无山。我真心敬拜永无山。我的上帝，我的王，主，我们来尊崇你，我们永永远远来学乐你的圣名。
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敬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耶和华，你是大的受大恶乐，你的大无法解脱。对一代到一代，保佑你大作为，保佑你大权能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耶和华，你是大的受大恶乐，你的大无法解脱。对一代到一代，保佑你大作为，保佑你大权能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耶和华你是大，耶和华你是大的受大恶乐，你的大无法解脱。对一代到一代，保佑你大作为，保佑你大权能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的名字。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将一切荣耀归乎咱的上帝。咱来大声唱出俄罗斯的歌声，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这声俄罗尊崇大君王，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这声俄罗尊崇大君王。你看你俄罗是主，多在现在的高原湾，万民着规范，万人拢着胜利。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这声俄罗尊崇大君王。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这声俄罗尊崇大君王。只有你看你俄罗是主，搁在现在的高原湾，万民着规范，万人拢着
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基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这是咱唱圣诗258首。咱这声感谢上帝，听他你名到万世，圣洁到世世里忏悔，是阮救咱赦免罪，上帝恩典结果无变，耶稣为咱来受死。到尾阮当会开呀，上帝圣会遍满天的，我本咱是一家，欢喜一日耶稣圣会，甲被上帝相交配，上帝圣会无论路用。我靠你到手里求，富贵贫贱无分彼此，天下只有一个主。我本注定天定成熟，当我到这受艰苦，只求你类看你是。因带情人入圣会，心心密密保护照顾，咱人好大行天路，对做脚步太易来行，到尾阮当入天上。听阮世间人的主，阮的上帝，我只是动心自执，一声求歌，献上我的感谢，因为你会听怜悯世间人，主你通过耶稣基督来拯救世间，互阮领受到这个真实的活命、永恒的活命。主啊，伫这个圣会，阮搁一遍自执，搁一遍宣告阮对主你的信，是因为阮知。阮伫即个有罪世界，阮常常受颠簸、受迫害、受搅扰、受引诱，总是当阮搁一遍仰望主的时，阮要重新得到开力，向前迈进，跑走人生的路途。所以，阮伫遮要设立宝座敬拜你，因为你的宝座伫遮，阮就领受到即款对天顶来的祝福。愿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互阮今日的敬拜。归荣光伫你，正遐日之话，愿拢得到属灵的威养，以及对你来天顶的快乐。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我要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伊的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4篇诗篇第5篇，启应文第4篇诗篇第5篇。上主啊，求你听我讲。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因为你毋是喜爱罪恶的上帝。
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面前，讲袂出来，你要袂因。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通入你的殿。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甲恩典满满的主，阮用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带救赎甲应允来到世间。你时常用你的慈悲、怜悯甲福气来祝阮的心愿。你嘛伫阮逐款的境遇中，用你的好旨意引带阮，行伫平顺开阔的路。阮伫世间的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嘛常常享受你无限的恩典。阮对心内深深感谢你，主啊！阮知，阮徛起伫即个世间。独独我靠你，才有真正的喜乐甲平安。阮恳求你的神来到阮中间，互阮对你所启示阮的话，得到心灵甲信心的帮助。求永远存在的上主，临到每一个人的家庭、阮的教会、阮的社会甲国家，嘛愿出世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的耶稣基督，激励阮。互阮伫你出世伫世间的日子，时时体验着光的温暖甲拯救的喜乐。主啊，你爱公义，嘛施行拯救。你互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你的大疼痛甲救恩，是替信你的人准备的，嘛替无信你的人准备。阮世间人伫疫情、战争、经济，甲世界各种的危机中，求你保守，使阮谦卑家己，悔改向你祈求。你就应允阮，拯救阮，嘛愿你兴起世界逐位的教会基督徒，伫这黑暗混乱的日子，诚侪你伫世界光世界人的祝福。今仔日是妇女事工100周年奉献主日。这个世界因为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互妇女的地位提悬。求主加添力量，互众姊妹无论伫传福音、祈祷、教导、探访服务，拢会忠心温群，做主成功，得主欢喜，将来通承受活命的免流。佮求主施恩，互逐教会妇女团契，拢得到主的眷顾。大家三甲诚做一体，结连着教会头耶稣基督，结侪圣神的果子，来荣光你的性命。特别恳求水的神，甲富强教会众姊妹同在，保守全家大细，得主恩典。感谢天父，赐阮今仔日同心敬拜，领受你的话语。求天父灵降临伫会中，掌权赐福。我嘛将主日学的学生、老师交托互你，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有2段：以赛亚书30章15节到18节，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第一段，以赛亚书30章15节，至高的上主，以色列圣圣的上帝安尼讲：着反悔安息，恁着得解救；着定睛信靠，恁着得快乐。毋过恁拒绝。18节，上主还伫听候，要施恩互锡安，伊一定要起来怜悯恁。上主是公义的上帝，
所有听候伊的人真有福气。第二段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劳苦背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着背我的担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我的担合用，我的担真轻。圣经读到遮，愿主赐福听懂伊的话人。即时，咱来听以赛亚牧区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感谢你，主耶稣。献诗线，请夏牧师讲道。伊要传讲的信息是：除劳苦卸重担的主。欢声做伙学到上帝，咱真感谢以赛亚牧区吼，因虽然无定定献诗，总是若出来献诗拢准备啊足好势。你看大家都穿啊遐尼啊，安尼标准遐水吼，
听讲这有一寡技巧啦吼，毋是特别去买，啊，毋过款款的就拢足水的吼。啊，咱鼓励因会当常常有好的服侍吼。啊，咱以赛亚牧区因虽然大家比一般少年人较加几岁，但是因足热心吼，参加小组、参加服侍吼，啊，将欢迎咱兄弟啊，你若有想要伫灵性上搁较得到装备，伫服侍顶面搁较有效率，啊，咱加入即个牧区，加入小组吼，这是一个祝福啊，彼此关心啊，彼此激励啊，彼此祝福，真好的一个团体啊，愿咱较侪人有份来伫个中间。啊，愿主祝福伫以赛亚牧区因所做的工。当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进前，搁一遍咱三甲来祈祷。大主美的主上帝，真感谢你啊！守住阮即几日真好啊，春天的天气啊，阮逐个人心神肉体搁较活跳，阮甲你感谢。主啊，进入到3月份，阮等于是一个新年春天到，阮要迎接一个温暖的太阳，也互阮心神肉体拢大大活跳起来。特别阮伫即个疫情慢慢有一个好的控制，阮心也搁较柔软，阮也搁较开阔，互阮伫阮家己的人生的路途，阮的事业甲工作也有助力，互阮新的开力，互阮伫教会的事工服侍福音，也通重新再起，服侍你也搁较有开力，搁较有能力。服侍你啊，得到更较侪人来认捌主。阮求你引带阮，互阮要领受你的话语，会通得到一个助力圣神开力的帮助。伫阮讲话，阮领受即款的祝福。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来分享即个拄落苦下重担的主的第2部分吼。啊，因为咱即个内容安尼，莫讲伤多，互咱感觉讲时间受压迫啦吼。啊，连续即几礼拜咧，牧师分享的拢用诗篇做一个开题。咱捌分享到诗篇42篇，吼，诗篇42篇，迄个诗篇咱较熟的一段就是讲啊，哪鹿在直直走，喙焦翕无溪水，吼。啊，迄段的诗篇是咧讲起着啊，即个诗人伊拄着对敌会伫遐对入啊，人会伫困境的中间咧敲找迄个拯救。啊，咱伫进前，咱也有捌读过诗篇55篇，吼，55篇是咧讲起着诗篇的作者，伊拄着出袂意的人，出袂意会足知己的人，啊，伊产生的一个心神的真大的打击。啊，咱用这诗篇在描述的是甚物呢？是咧描述讲咱世间人伫无共款的处境中间，伫无共款的背景，你拢会去拄着真侪，互你的心忧闷的事啦，互你的心袂平安的事，甚至大拄着迄个艰难人生拄着挫折，也是讲甚至迄个痛心的事。啊，今仔日咱搁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30章。啊，咱只讲读15节到18节，用这个做咱的开头，也要搁互咱来看另外一种咱所面临着人生的迄个困境。啊，咱要安怎来伫咱普遍的人拢无共款的潮活动荡的中间，要来敲做迄个对上帝来的能力的头棒。以赛亚书的30章的15节开头安尼讲，就是一个宣告。以色列的神圣的上帝安尼讲，至高的上主伊安尼讲，讲着反悔安息，大声是做这个宣告，讲恁就要得到头棒解救，然后佫一遍讲定睛信靠，恁就要得到快乐。啊，当这个话拢是真正面，对毋对吼？啊，对咱来讲，这段话就是咱常常咧用的金句啦，也是讲甲人鼓励安尼。啊，但是呢，后壁一句留一个尾，啊，咱若无看全部的经章吼，咱会感觉讲，即句到底是咧创啥货吼？伊讲安怎？
毋顾恁拒绝。啊，即句话就有故事啊，对无吼？毋顾恁拒绝，上帝讲我要叫恁着安尼，恁着安尼，毋过你讲啊，我着无爱，啊是讲我无法度，我做袂到。啊，到底即句是啥物意思？啊，这就是咱兄弟姊妹，咱有时咧听讲道吼，啊牧师用的经节，无法度人整体拢用着的时阵，咱都要有家己的圣经啊，伫遐来前后，搁一遍来复习，啊是讲做完整的了解。啊，跳过来18节讲，上主要咧听候，拄则讲恁无愿意嘛吼，恁拒绝嘛，啊，过来是讲上帝要咧听候，恁拒绝袂要紧，啊，恁蹲底袂要紧，啊，你伫遐安尼搅吵阵，心内如如安尼，啊，毋过上帝嘛是无甲恁放杀哦，上帝要咧听候，要施恩互锡安，一定要起来怜悯恁，上主是公义的上帝。啊，所以若听候伊的人就福气。第二段圣经就是顶礼拜咱分享无着，啊，咱要后壁面来分享的。兄弟姊妹，这个经节所互咱的一个学习的主题是讲，咱若有平静安稳，有信靠就要得到福气。但是即句话大家拢会晓讲，啊，讲了嘛真理解，毋过重要的是伊的过程啦吼。伊过程要哪得到？你要哪平静安稳？你安稳会去袂？你平静会来无？吼！啊，所以咱就要转来看到以赛亚书30章，吼，伊的背景，咱就了解啊，原来是咧讲遮个代志。先知以赛亚会对以色列百姓安尼宣告，会讲上帝咧听候恁咧，因为即个代志吼有一个故事，伊咧讲起着咱的主前715年啦。迄个时代呢，拄啊好吼，即个南北两个国家正勇，南边的叫做埃及，吼，啊北边的就是一个亚述的帝国。啊，所以因为即款强权发生啦，吼，所以当时拄好有一个新的法老，就是新的王，就是埃及王，叫做沙巴国。啊，成立的时阵，当时伫即个中东，即个巴勒斯坦范围，吼，也是讲北边的阿兰国，就现在叙利亚，啊，加南遮个小国。哇！就招即个犹大国，即个犹大国吼，因讲咱吼来甲埃及啊来结盟啦，结联盟，安尼才会通抵抗着迄个强大、迄个兴起的亚述帝国，因为因足强的。啊，即个亚述哦，差不多是伫即个现在伊朗吼，伊朗即个地区，啊，因安尼足够战的，啊，四过攻略足侪国家。啊，看起来好似一个策略对毋对？一个做法，毋过上帝无赞成，上帝无欢喜。安怎讲？伫即经节内底，咱就看到伊的原因啦。先知宣告讲，你犹大国吼，甲埃及订这条约是无路用的啦。订啊约吼，人个逐国拢为着家己的利益，啊，家己的私欲，啊，你订的吼。到时若拄着代志，拢逐个走干那咧飞旋去啊！你无采咧用咧，你来转来靠上帝，你要安静、平稳、可靠，即个是背景是安尼啦。啊，所以咱若搁读即2节就知影讲，哦，原来即种的圣经是安尼讲。第一节，上主讲，遮个背叛的子民惨啊！因无照我的心意，家己定计划，无照我的旨意，乱结盟约。地到罪上加罪，这什么意思呢？即个咱知影讲犹大王国，咱来看啊，即个列王记、历代志吼，啊，伊到遮个经节，拢咧讲起着即个犹大啊对大笔所设的国，啊后摆拆做2国，啊因遮个王吼，安尼用家己的意思，啊，搁听遐个安尼无好的建议。啊，违背上帝的约，啊，拢去拜偶像，啊，慢慢对落，迄种故事啦。啊，而且故事的中间，上帝透过先知咧宣告讲，恁吼毋通去无用遐有诶无诶，用人诶办法，啊，要得到你诶利益，毋通啦，爱倒转来上帝遮。你爱平心降服日主，啊，恁遮诶无路用诶计划吼，啊，都毋免遐尔啊无用安尼。啊，所以即边发生。即个犹大国，啊，要甲埃及遮个所在联盟的时阵，上主搁一遍甲伊宣告，讲吼，恁遮是背叛的子民，真凄惨呢。
无照我的心意，啊，家己黑白定计划。啊，当这是一个以赛亚先知迄个时代所拄着的国家的情景。但是兄弟姊妹，咱读圣经的时阵，咱毋通家己讲啊，这就是一个故事吼，啊，甲我也无啥关系，而且骨力清淡的代志啊，是咱爱家己看见讲，伫这个经文内底，咧甲咱讲起人的拍算是啥物？犹大国用人的办法，用人的智慧，用人的拍算，要做家己利益的事。毋过上帝讲，你这拢是加工的，啊，加做加落的，啊，而且到最后你是背叛我。啊，所以讲罪上加罪，这毋是小可代志，念念的就好哦。这是真正会毁坏的哦，吼。啊，伫即个中间过来第5节吼，第5节伊讲，毋过因逐个人拢会受着侮辱见笑，因为埃及袂当帮衬因，袂当互因甚物利益，只有互因见笑闹开吼。啊，所以是安怎后来？犹大迄以色列国，啊，搁参犹大国分做2个国嘛吼。后来陆续拢伫迄个所在灭亡，就是讲先知一直讲，一直苦劝，一直提醒，啊，毋过吼到尾拢无要照主的意思，啊，所以后来就灭亡啦。啊，灭亡的中间，这个话互咱看见上帝伊安怎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劝勉吼。劝勉啥物？就是咱拄则所讲的，以赛亚先知劝勉以色列百姓。讲至高的上主，以色列圣神的上帝会安尼讲：，恁着啥物？反悔安息，恁着得到解救；，着定睛信靠，恁就得到快乐。毋过恁拒绝，毋过恁拒绝是因为因都决意要安尼做，伊想讲要得到一个安尼暂时的平安啦吼，啊，都有即个另外一国埃及国来靠，啊，小可平安一下啊，啊，这拄啊。甲咱现在时事足共款的咧，吼，足时事足共款的。你到底是甲人定一个盟约，啊，你就会平安是毋是？啊，是到尾你家己有快乐通封闭家己。乌克兰现在拄着真大的凄惨，但是因当时吼是想讲，啊，我著甲我国家的核子武器甲废掉吼，啊，我的做物件吼拢和平都好，签一个条约，啊，就无代志啊。啊，无到像无拍算伊的兄弟国，即俄罗斯伊就无要听你咧，伊若派起来要甲你处罚，就甲你处罚咧。啊，所以即个进前几人前吼，就甲迄个克里米亚甲接起来咧。啊，接起即个乌克兰嘛，啊，佫小可想讲啊，你都遐都较我疏忽吼，啊，不要紧啊，都。暂时平安就好，啊，即边无法度啊，亲门大户，啊，规个乌克兰现在还佫是真可怜的中间，咱来为着即个国家来祈祷。但是咱看即个时事就知影讲，即个乌克兰若家己无开咱通防卫吼，你靠世界各国也佫袂有啦。啊，毋过好佳在伫即段时间看见讲哇，即个乌克兰国家的百姓佫真好打的吼。安尼武器歹，也是啥个歹，我讲无人要走啦，无人要走。即个查甫人吼，家某囝安尼送去安全的所在，佫倒转来要变稳钱。啊，即就发现讲，武器是无够力，但是伊心民心是足勇敢啊，敢为着国家来争钱。啊，所以咱就知影讲，当时的以赛亚嘛是来甲即个以色列的百姓。甲伊宣告讲吼，恁毋通只干那靠迄款一临时暂时的条约，啊想要保恁的平安。恁爱倒转来伫上帝面前反悔安息，恁爱定睛信靠，恁才会当真正得到救，真正得到快乐。啊，即句话讲，毋过你拒绝，是安怎拒绝的？咱拄则无读的16节安尼讲，伊讲恁讲无爱，我要骑马逃走，所以恁会真紧逃走。恁讲我要骑快马逃走，所以入恁的人会入真紧，安尼吼。意思讲，先知用伊的话讲吼，讲啊，恁着我走会有就好啊，马骑较紧的就好啊，吼。啊，互人入袂着，啊，我着平安啊，是讲逃避的心理，吼，逃避的心理。17节，伊讲对着一个人发，恁1000人逃走。
5个喊法，恁全部走线。剩的亲像山顶的一支旗杆，山头的一支大旗。即个讲的意思是讲吼，恁无迄个防卫的心，恁无迄个决心，恁无要挺即个土地，啊，所以对顶若一个话，你就惊啊皮皮耍，讲一个话1000人走，啊，你若有偌济人来护话，你对毋对？吼，啊，讲5个话，规拢煞去啊，意思讲根本你的心都无团结，啊，这甲乌克兰有了无共款，乌克兰这边，若无遮个百姓吼，爱勇敢，啊无用真紧啦。迄个普丁是讲啊，几工啊就要甲摕落来啊，啊摕袂落来呢。啊，毋过以色列人，因当时吼是，亲像一盘散沙咧吼，啊咧一个就放落去啊。讲吼，逐项拢算了了，剩一支旗杆袂顶当的，吼，啊一支大旗，安尼哪有法度阁成一个国家呢？啊，所以用即2节来咧描述讲，毋过恁毋爱，毋过恁无爱，吼，毋过恁无愿意，恁拒绝，一个讲这。啊，所以上帝永远是苦口婆心，搁一遍来甲以色列百姓讲，上主还在顶头。你虽然要去甲人见面，虽然你要妥协，虽然你要家己吼，安尼走向，毋过吼，上帝还无甲恁放杀啦，还咧听候要施恩互锡安，一定要起来怜悯恁。上主是公义的上帝，恁若听候，就要得到福气。所以很希望。咱对这个经节的一个脉络，咱就通知影讲，上帝毋是要调工摕问题来互人，是咧甲咱解决问题，甲咱找出咱的生命的软弱是伫倒位，啊，你要对遐来敲找的。咱若是对即个新约的圣经啊，内中文件，啊，咱伫大纲内底安尼写，30章15节讲。主要我以色列圣者安尼讲，恁得救在伫归回安息啦，得救在伫归回安息，恁得力在伫平静安稳，吼。毋过恁确实毋肯，啊，所以咱会当针对即2句话，即个重要的话啦，吼，就是啥物？讲归回安息是安怎？你讲爱归回安息是啥物意思？上帝讲恁爱归回安息。啊，当时要归回，要安息咧，啊是讲咱台语会安尼写，讲返回安息，啊讲定情信靠，恁才会当得到快乐。毋是因为甲人见面会得到快乐，毋是多想徛马安走到尾，咱就会得到帮助。恁爱会晓悔改，所以原来的经节吼，原来咱台语会当有讲起着即个悔改啦，吼，有讲着即个悔改，啊。原来迄个和合本内底，敢若讲啊，平静安稳吼，啊，恁就爱归回安息，啊，较无感觉到迄个重点，也是讲迄个话词的迄个深的意思。归回安息，啊是啥物意思安尼吼？啊，所以咱咱对归回安息即句话讲，就是咧讲悔改的意思。归回就是悔改，啊来听候上帝来甲恁拯救。啊，即就是今仔日咱一个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遐尼即话，咱是甲进前吼，咱有讲着诗篇42篇啦、50篇啦，也是今日咱读的即个以赛亚书啦吼，所讲的拢是甲是一个国家拄着的问题。啊，迄个领导者，比方像大卫王，也是遮个以色列百姓，因所拄着的迄个危机。啊，即个危机咱若是对伫咱个人来讲，对咱的工作事业来讲，对咱的家庭来讲，嘛是各层面所面对的挑战。啊，上帝讲，啊，你若拄着即款的艰难，你要安怎？伊伫甲咱教示讲，平静安稳，还是讲归回安息，还是讲定情信靠，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锁匙啦。伫咱的信仰的内面。正就是正做咱甲主得到快乐的一个来源。有一个出名的灵修的学者叫做富士德吼，即 Foster， 伊有写一本书叫做《聆听的祈祷》，学习静默祈祷的路程。伊就是教咱学习讲，咱人吼，咧参有各种的灵修的办法。
其中一项叫做宁静，用听主，毋是你一直讲。咱知影讲，伫咱咧灵修的事工的顶面吼，咱比如公众的祈祷会，咱拜五的祈祷会，拄则咱的即个礼拜前的祈祷会，咱逐个是做伙是开声对无？开声做伙安尼激励，伊是个大声吼叫的祈祷。但常常吼，咱个人的时阵呢，你会当学习一种叫做聆听的祈祷，听安静伫主的面前静默。即个静默的功夫吼，真做咱现代人拄着做足复杂的代志，足艰难的事，也是讲真侪安尼真着急的事，咱另外一种的训练。伫即本册内底吼，第2部。伊讲进入静默的祈祷中间的第4章，伊讲你爱进入到上帝临在的所在，你教是咱安怎来学习得到快乐吼，甲主3亲近啊！即本册批是安尼聆听的祈祷吼，是即个富士德即本册薄薄啊，无介厚本吼。伊咧甲咱分享讲，当你拄即个平静安稳的意思就对啦。吼，平静安稳你是要安怎？上帝讲你着平静，我想要安平静安稳，伊咧教你安怎进行，有3个真好的建议，咱会当来学习吼。伊讲，这是平静安稳的过程。第一，比如你拄着代志足复杂，工作袂顺遂，也是事业足拄着艰难吼也是我的家庭有啥物困境有亲人病痛，你一定心足操烦嘛。伊讲你爱进入安稳的过程，第一个就是讲。你爱先甘心乐意来顺服啦，甘心乐意来顺服，意思是先甲家己摒空，甲家己摒空吼，迄操烦吼，你爱寄对上帝遐。你这就是讲，当你要安静落来，咱人爱混杂的时阵，心拢袂定咧，你着一直学习讲要安怎交托，甲家己摒空，莫一直想家己的事啦，甲这困难放互上帝，一项交托。上帝，我有即款的烦恼，我困袂去我有即款的代志操烦甲即个欠人的债务还袂了，要安怎？我拄着啥物款的困难，一直摒空，一直摒空。伊讲有时你会想讲甲先安静袂落来，讲你免惊，因为迄个安静袂落来，迄嘛是一个操练。你会承认家己有影就对，我要安静袂落来，但是迄个安静袂落来，迄个过程。就是你努力的目标。伊教咱讲学习安怎呢？甲咱的担忧甲挂念甲当做一个礼物的客咱即马现代人咧送人礼物迄是客比内底物件较水为人爱迄个客无爱内底的物件咧，因安怎呢？即马足有包装嘛伊讲安怎呢？咱咧送人礼物但是我要送互上帝礼物是我家己的忧虑啦，我的烦恼。我会操烦，你甲即个当作礼物送互上帝，上帝袂甲你负转。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咱礼物送互人咱无讲上帝佫还我，你这礼物我送了我要佫摕转来家己用无啦。礼物送出去就无佫讨转来，对毋对礼物既然送出去你意思就是讲，咱人无法度人控制家己的。即个烦恼、操烦、忧闷、重担，你就讲上帝我要甲即项交互你，我要甲即项交互你。即个物件我既然送互你我就毋通佫倒转来。因为像咱有人咧讲足侪人忧闷烦恼亲像伫厝里咧等粪扫共款。粪扫照讲咱到尾即个高龙时4点外迄个粪扫车就来呢。咱到门口拄一个埕足好势一大堆人拢挂来门口迄阵也足侪人足侪人拢伫遐安尼，准备要甲粪扫弹出去。伊讲你若毋是一种家己甲迄个粪扫弹出去，有的人常常忧闷烦恼，就是讲你是颠倒去外口甲粪扫摕转来恁兜，有人咧安尼无？咱家己平常时，咱粪扫都袂堪要清好了嘛你哪有可能甲粪扫摕入来？但是当你忧闷操烦，你烦恼你透袂开，就是
你颠倒去门口，甲粪扫扫伫来恁兜，一直扫入来，一直扫入来。啊，恁兜要哪会可能清幽咧？要哪会清气咧？啊，所以伊讲，进入甘心乐意的幸福，就是毋通阁想家己啊，讲上帝这代志，我拢要拜托你，拜托你甲我担当。所以甲担当交互主，就是亲像用一个礼物送互主，啊主吼替你担，啊你就毋免阁留迄个礼物转来，莫阁甲上帝讨转来就对啦。啊，第二项的行动就是讲，爱有一个悔改甲忏悔的行动，悔改忏悔行动。伊讲，你一个悔改是讲将家己的毋对、家己的错误、家己的迄个判断毋对，拢讲出来。讲出来行动中，你愈讲，你就愈了解你的内心当初时的判断是毋对。你的想法啊，倒去毋对。你若无即款悔改的行动，你根本看袂出你的内心是有甚物款无清气啊稳重的物件。啊，所以这是一个清气的动作就对啦。悔改毋是咧承认家己毋对，啊，真闹鬼，毋是诶，是讲啊，上帝啊，安尼我倒位做毋对，倒位一个判断毋对，倒一个决定毋对，啊，慢慢伫主诶面前交托。伊讲哦，当你有即个悔改甲忏悔行动，慢慢你安怎？有时是原来是先交代你诶罪恶甲歹事呢，毋过慢慢发觉讲啊，原来我嘛有迄个光明、良心甲生命会开力诶。伊是讲一面咧清垃圾，一面你看着哇，迄个清气。毋知影你姊妹你过真前，你捌拄着即款代志无？哇，就开始要看垃圾诶单调对毋对？看讲哎呀，毋知咱兜啊，阁有遮物件遐好，拢毋捌用啦。藏伫咧床骹，还是藏伫咧柜仔内，一个变出来讲，哇，遐好物，我毋知影去外口买啦。啊，原来咱兜就较侪啊。啊，即个忏悔甲悔改行动就这意思。你一面是咧清掉遐垃圾，真发觉讲啊，原来我都无遐软咧，我原来都无遐软弱咧，原来我有即个规律我毋知咧，所以你就是重新发现你的光明甲你的生命。啊，所以即个佛斯特伊有讲起就讲，咱伫咧悔改甲忏悔行动，就是亲像一个你行伫一条路顶吼，啊内底有大细粒的石头啦。啊，有时即个石头吼铺伫顶悬一点啊，其实地骹吼土地吼，足深的，迄个石头乌袂起来咧。啊，你若是一个即款的行动，表示讲你慢慢行过遮个石头的路径，慢慢遮个石头就清开啊。你有甲清互开，啊，即个忏悔行动是咱心灵的石头，咱原来遐好的事、歹的事拢摒开起来，啊，这是你一个学习甲主，你着开咱平静安稳的第二步。第三步，你爱阁开始改变，改变讲我爱接受主的路，毋是我的路。我改变我家己，接受上帝对待人处理事的方式，吼，接受即款的方式，啊。咱咧承认讲，我因家己眼界无够，我所判断无完整，所以有真侪事我家己的做法毋对。即摆我愿意吼对上帝行啊，毋是照我家己的办法行。所以伫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有咧讲起着人的意念，吼，袂当等于上帝的意念。55章的第10节讲，亲像雨甲水对天降落，无阁倒转，要润泽土地，互五谷布衍大长。互野种的有种子，互人有美丽。讲亲像雨水对天降落，上帝要将伊的恩典亲像雨水，亲像春天的雨水，啊，互大地拢润泽，互五谷拢布衍大长。11节讲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绝对袂实现，袂落空。我的话要完全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要成就我所做爱做的代志。这是咧讲起着即个上帝伊应允伊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所以当咱甲家己的软弱无够交托互上帝，照上帝意思行，毋是照我家己的办法行。迄就亲像一个囡仔，伊咧出去外面行路的时阵，伊家己行来颠颠倒倒、颠颠倒倒，但是当妈妈讲来下缀我行较紧，还是讲去到人下溪的所在，囡仔行无路，是大人牵手。伊就对头前行去，咱人会晓将家己放落，互上帝来带，这就是平静安稳的功夫。我问讲，这三段真好的一个学习，真好的学习就是
甘心乐意幸福，甲家己拼工。第二是忏悔甲悔改行动。第三是接受上帝的路，用这真做一个咱甲主重新结连的规律。现实话，39、18节，伊咧甲咱过一个勉励讲，耶和华要听候要施恩互恁，伊要兴起通怜悯恁，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听候伊的拢是有福气。这是咧，互咱知影一个较大的应用。当咱经过头前迄段过程啦，平静安稳，回归安息。伫主的内面，伊讲听候伊的拢有福气。世间真侪人吼，拢哪讲加无用的就对，无用至差，无用到最后，佫回归原点啦。你这个努力拢加拍算计，你倒不如你先转来伫上帝面前讲上帝啊，拄这困难要怎做？疫情来啊，工课受影响，我要怎做？吼，毋是讲咱像迄乌头苍蝇乌白洗、乌白乱，啊乱到尾，人也无力啊，身躯也拍歹啊，斗志拢无去啊。上帝讲，转来我遮，平静安息。咱要搁一遍来学习即个耶稣所讲的，对耶稣好，下当当来得安息。主耶稣伫即个马太福音11章即段经文，咱熟甲真熟吼。我会记我伫高雄伫牧会时阵呢，阮的礼拜堂吼，伊边仔有一个公园，拆起来，围墙做新的吼，就做一个新的门啦吼。边仔门正门无顶重，边仔门吼。阮遮顶落来参详讲牧师啊，咱要安怎甲即个门吼来布置一下？因即摆遮吼，足侪外口人拢会来经过，伊来看这礼拜堂即个公园真水吼，伊来参观呢。你感觉安怎才好？我会记迄阵，阮有做两项代志。头一项是安那，因为即个高雄盐埕教会礼拜堂是迄个1楼啦吼，旧传统型的礼拜堂。当修建好了吼，迄个礼拜堂外门是拢密封的就对啦，拢封麻麻吼，所以看袂入去内底啦。但是有人就甲牧师讲，牧师我看见吼，有人迄外口人吼，毋知是讲心内烦恼还是忧闷。伊就徛到围墙外，看迄内底礼拜堂的门，像毋知伫咧流目屎，反正都心肝艰苦就对啦。可能伊也无管道入来礼拜堂，就伫遐担头啊，伫遐咧操烦安尼，还是伫遐咧祈祷安尼。所以阮迄阵头一个动作是啥物？阮甲迄个礼拜堂哦，佫重新请设计师设计，全部拢是透明的，像咱楼骹安尼吼，礼拜堂安尼规个拢玻璃。有迄个结构，做一个五底饼2米2的迄个结构，剩的拢玻璃门，而且啦，甲礼拜堂的讲台吼，拢光电火拢甲拍互光。伊讲有人经过看到是一家吼，心就平安的，有人是安尼，伊虽然毋捌来教会哦。后来即个门佫定，阮即个第一步阮是做安尼做几啊档，后来即个门佫定做的时阵，阮就想讲，即边人伫遮来咧行搭，公园咧行搭吼。用啥物话爱互人感觉对教会有一个吸引力吼？到尾阮想的讲，安尼咱会用一句好，就是伫咱今仔日读的经文内底吼，讲恁既若着我当，就来询问我，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吼，用即句话叫做礼拜堂的大门，迄个大理石的壁啦吼，有迄个字甲打落去，互人看讲，我来到教会会通得到即款的帮助。恁既若着我当，就来询问我，我也就要互恁得到安息。但是咱若是看起段经文哦，拢即着真大的鼓励嘛，咱常常用即个经文咧帮助，咧鼓励别人。但是咱注意啊看哦，伊即段经文原来耶稣，若照圣经学者研究迄个背景，耶稣是咧讲，当时的犹太人遮百姓，因受着迄律法束缚甲咱知影。早当时耶稣时代，伊无定咧攻击遐法利赛人有无吼？遐经学师，遐个圣经的领导者，讲恁用足侪圣经的规矩，规个法律来控制遮个百姓，互因当大就对啦。讲恁拢袂自由，所以耶稣才讲，你来军队我要入天国，就是咧表示讲，恁面对即个真重大的
即个法规律法所背的来头白。原来耶稣伊的主意是咧对遮个话来讲，但是咱后来慢慢对即句话咱来学习着，咱毋是敢若受到律法的绑啦，咱受到人生最艰难，束缚咱亲像担伫身上。所以咱看见讲，因人的罪啦，撒旦的侵害，人拄着最劳苦甲担当。你我大家伫人生的日子。无有一人讲哦，我完全拢无事败，无人安尼。你若是会晓思考，你若有一个追求，你若对人生有一个愿望，常常会拄着遮个事。啊，所以咱伫工作上甲生活上的劳苦，有人际关系的劳苦，有疾病甲心灵的劳苦。遮个劳苦有时是情绪上的问题，有时是真正拄着艰难，无法度通透的问题。啊，遮个拢是咱会担当。你爱学习安怎透白。现代社会，咱人拢普遍面临着工作的压力、忧郁症、焦虑症、恐慌的压抑，啊，等等现代疾病的条件。啊，咱拢真侪医生拢咧甲咱警告，讲咱毋通掠做吼，你平常时精神足饱足哦，做工袂足有力哦。有人因为你的责任感的问题，有诶因为你承担的责任重压你毋知影，啊，你用的意志力要伫遐经。进前有几若惊的社会新闻吼，咧讲起着遐有诶公司的 CEO， 也是公司的迄个领导者经理，有诶是拄着病痛，少年就离开，有诶是家己拄着忧郁症，伊也毋知影。真正最压力吼是无形的，吼，咱讲蓝色的忧郁就是无形中来。啊，迄愈认真的人，啊，愈负责任的人，啊，有洁癖的人。啊，遐个吼，拄着代志吼，啊，战战兢兢的人，有时到尾，伊家己拄着即款身心的毛病拢毋知。啊，是咱现代人所拄着即个压力。啊，耶稣拢讲恁都爱到我遮来。耶稣安尼教导，我第一来我遮，吼，来我遮即点重要啦。你爱就问我嘛。第二，爱背起我的担对我学。有真样真侪。圣经学者咧研究讲，因耶稣少年时代嘛，伊就是做木匠嘛。啊，因迄个当当时吼，因用炉啊，吼，也是用遐个精细咧拖迄个车啦，吼，迄个做牛担，也是迄个反正迄个动物的担，啊，互伊肩带肩胛头，互伊来扭遮个车吼。啊，讲当时耶稣是一个足厚足好的迄个。师傅，啊，所以恁厝的驴啊，吼，也是遮动物要做一个担吼，耶稣做的啊，做啊足舒适就对啦，袂去靠着，啊，袂去艰苦，啊，所以吼，这驴啊做工袂足好做安尼。伊是咧甲恁讲，我实际上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更较要紧的是心灵的担，我会当推恁来担。所以讲，学习我的心如何谦卑啦。啊，耶稣讲，我的担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的，所以这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实际上，伊称做一个担做牛担的师傅，伊会互咱动物的担会当足轻巧，会记着咱就对。但是耶稣伫遮佫甲咱讲，当你拄着人生的担，伫遐担袂起的时，你爱学习对我来学。意思讲，耶稣讲，我欢喜甲你承担。咱世间人真侪人吼，就是讲。一直甲家己的担担伫身上，毋敢放落来。耶稣讲：你来询问我，你将这个担来交予我。啊，所以咱要得到耶稣的意义是讲，耶稣讲：我要互恁得到安息。安息的意思就是生命、灵性甲心灵得到医治啦。吼，生命、灵性甲心灵得到医治。世间人，咱今日吼真侪医学真有效果，甲咱帮助。但是咱请会记哩，有真侪心灵上的疾病，毋是即间靠药物。你爱学习，会晓将你的担交托互主。以赛亚先知交托以色列百姓，爱将担，将即个艰难交互上帝。耶稣讲：恁既然着我担重担，你爱来就分我。第一步就是就分，你才能得到即款的归来。
还是最后咱用两段经文来学习啦。讲我靠拄劳苦，下饭来煮。但日常生活爱操练什么呢？凡事谢恩。当你若有即款感恩的时阵，你的话答拢给我听起来。你拄着无顺遂的事，你讲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听我，你袂将过头的担来互我担。所以当你用感恩的心面对的时阵，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咱足色的经节安尼甲咱讲着常常喜乐，不住祈祷，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向恁所定的旨意。这个经节，互咱一个亮光是啥物意思呢？常常，过来不住，过来凡事，安尼对无？常常意思讲你今日快乐无快乐，你拢爱常常喜乐。你的心有喜乐，常常。第二，不住祈祷，就讲你定定爱祈祷。啊，然后凡事好歹事你拢爱谢恩。按即句话才咱达到伊的意思啊。伊讲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向恁所定的旨。主爱咱安尼做，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快乐。有一张图卡伊安尼写到真，看到真舒服啦吼。凡事谢恩就是啥？常常喜乐，不住祈祷，凡事谢恩，因为这是基督伫恁心中所定的旨意。咱有安尼做，当你感觉讲我的代志无解决的时，你就乖乖啊照安尼做。你会发现讲，伫迄个平静安稳中间，上帝已经替你透白。第二部分，咱来学习亲近上帝。这个故事咱拢真熟，无事无要重复来说明。讲选择迄个上好的福分。咱知影讲马代足无用，无用咧款待要招待主耶稣，但是玛利亚坐伫主的面前听主耶稣的话。所以即句话是后来，因为马代心足烦的，讲阮小妹拢无要甲我帮忙，安尼熬念的时阵，这是耶稣对伊讲的一句话。伊讲马代，你为着真侪事忧虑烦恼，但是袂通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迄个上好的福分，是袂当夺去的。咱人生有真侪代志，你爱会晓做决定，讲我即个凡事忧虑烦恼，这拢是加袂当少的，只有一份，就是选择迄上好的福分。现时话，愿咱这经节上帝话帮助咱，你家己去操作，你人生迄个烦恼忧闷的是啥物？你的重担是啥物？你家己的拍算是啥物？然后会晓做交托，你就能得到新的快乐。上帝予你即个款的能力。但是话，咱要吟首诗来做一个祈祷586首，圣诗586首。既然有人互罪苦楚，就找救主耶稣，主极慈悲，阁有权能，靠伊审判为清。咱要吟第一节，阿父歌吟2遍。吟诗煞，咱有几样诗做伙来讲道。主爱咱平静安稳，归回安息。咱甲主讲，主啊，假使我安怎倒转来你的面前？
互我会晓完全的顺服摒空，互我会晓伫你面前悔改忏悔，互我会晓学习来对主的脚步，毋是照家己的路来行。咱人生有拄着无共款的困境，你甲主讲，主啊，我所现在拄着的困难，求你帮助我，互我学习即条经节所学习的平静安稳、归回安息。我要定心伫着开力，与主应允咱若是听候主的，就会得到开力，得到拯救。咱为着家己的家庭的困难祈祷，为着咱所疼的亲人来祝福祈祷，也为着咱教会中病兄兄姐来献上恳求甲祈祷。咱大家做伙开声，为着这个事，为着你家己的事，献上主，伫主的面前来祈祷。天主的圣灵，感谢你平安高同在，你的灵平安同在，你的心灵同在，你平安同在，感谢你，你的信心是无需，你的天天的你的灵感，你的平安同在，感谢你。主我的上帝，阮人生有做甜盘困难，有时阮伫顺境的中间，阮无骄傲。阮伫拄着困境的时阵，我要超济主。主耶稣讲，既然劳苦着我担当下的，就来求问我，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上帝，你也应允阮，讲我来归回平静安息，我来平静安稳。主啊，艰难的事毋知什么时发生，总是阮把握着即款的秘诀甲信心，转来主你的面前，主你互阮看见家己的不足。也要看见家己的快乐甲光明，愿你将这款的平安赏赐互阮。我为着教会兄弟姊妹将这欠安的祈祷，求主你应允保守，亲自将快乐赏赐互阮。愿你的平安甲阮伫地，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有一个特别的祈祷，我要请同工搁甲录影片换过来吼。咱特别来为着乌克兰的战争平安来祈祷。这是一个乌克兰的国旗的影像，其实这是下面是迄个麦仔，顶面是天，这是乌克兰因的国旗的一个来源吼。咱知影最近这10天，乌克兰拄着真大的情节，咱要为着这个国家对着战争会当止煞来祈祷。在这段时间。咱教会内底有一段总会引出咱为着乌克兰来祈祷，我要用这个祈祷词来带咱做祈祷，吼。咱看荧幕还是看咱的旧部就会使。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上主求你怜悯，为乌克兰人民来祈祷；基督求你怜悯，为俄罗斯人民来祈祷；上主求你怜悯。为欧洲人民来祈祷，上主求你怜悯；为乌克兰战争中无辜受害者祈祷；为因着冲突来流离失所的人来祈祷。基督求你怜悯，祈求战火停煞，甲所有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来撤军，祈求伫外交和平谈判中会当有明智的判决单。上主求你怜悯，祈求公义。祈求和平，祈求医治，祈求重建。光明、希望甲听的主，伫你的人民中垂听阮的祈祷。阿门。兄弟姊妹，咱继续为着乌克兰所拄着的灾难来祈祷。老师伫咧咱奉献进前有一两项的报告，顺伊导演片的关系，我报告了，咱才来奉献吼。咱有一个中部大岛的即个团队的事工的消息，伫周末以外有做几项的提醒吼。头前，咱的即个大岛团要伫3月20，就是2礼拜后下晡2点到4点半，伫3楼府堂要举行一个全教会性的大岛事工分享会。咱的即个中部大岛事工已经进行足侪档啊吼，有真侪人可能知一半，无了解内容，咱要做一个分享。所以毋是只敢参加大岛团队的人，是欢迎所有的会友，
你若对祈祷、大祷有趣味，拢来参加吼。所以需要报名的意思。咱即个迄天的节目是安尼，第一要先请咱原来的即个团长一定长老分享富阳教会推动中保事工即个核心的价值是啥物？了解这事工对教会的重要性。第二是要分享中保大道事工，才会为同工伊安怎经验一个见证就对啦。第三部分是咱在推动一个新的形式的祈祷，就是讲 RPG 的福音祈祷小组，要怎推展甲信服示范。毋嘛讲咱全教会，逐个人拢有份加入伫即个对祈祷领受开咱伊即种的即个热情热潮安尼。所以咱经期台每一个中保同工拢是教会的宝贝，上帝手中重要的器具还未报名，请你一起做伙来参加即个聚会。因为迄个中昼要准备便当啦，所以咱中保大道的同工甲会友，你若要参加请你3月13以前，后礼拜以前来报名。咱的工作也是讲，咱的持保老师来甲伊报名另外，拄则咱的即个诗会有在祈祷中特别讲起着，咱今年特别是今仔日，咱3月初过是妇女迄个妇女节嘛事实拄好今年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即个100周年啦，妇女100周年的纪念所以今仔日都特别一个奉献主日因为咱教会已经无妇女团体啦，但事实咱有足侪妇女的小组所以咱今年总会要伫各地来做一个纪念庆祝的庆典咱兄弟若有感动，你会当为着即个庆典的事工来做奉献啦因为咱无特别分奉献地，但是咱伫迄个招待道遐有即个有意的奉献地，若是你有感动，会当为着即项事工来奉献。咱咧办即个活动的时阵，咱做伙参加好，即时咱要请执事来收奉献，咱把时间交予咱的师会。即时请咱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即时，请咱做伙来读本会金句，请看周报的上后面，咱用台语做伙来读，请。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做权，我要学乐你的名，因为你用忠信、诚实行奇妙的事，就是你对古早所拟定的。以赛亚书25章第1节，即时请咱做伙来看周报第2页。
后周的服侍，请侍奉同工家己注意。第三页，请国务区小组聚会因素会当提早提供予办公室的同工来登录。请看第四页，今仔日嘛是马街第一点，马街牧师来台宣告150周年的纪念，请为着纪念的庆典来台岛。第四点，本会后周召开中级甲首长的正式会议，请伊万心来参加。第五点，今年大祭节圣诞日前40天连续敬诚祈祷，对于明仔载3月7号甲4月15号开来举行，来邀请所有的富强人拢会当做伙来参加。要参加的请到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第7点，咱继续为着门徒学校来关心台岛，嘛会当欢迎恁大家来继续来报名。第8点，伊萨牧区的鼓励小组，对3月15号开始，每一个礼拜二暗时，拢有举行幸福小组的信息分享，欢迎各小组若要回分幸福小组的同工，请到办公室来报名。第7点，富强周末讲堂，3月份2场，今仔下晡1点半，婚姻甲家庭第2讲，要邀请谢温和主任来主讲。伊注意的是，咱的地点要改伫2楼的会议室，地点改伫2楼，请大家注意。后礼拜嘛课第2堂。是咱本会李信仪老师来主讲，那欢迎会友来踊跃报名参加。再看第6页，今仔礼拜三有庆生会，请邀请3月份的寿星会当老婆做伙庆生，名单老到的嘛，请联络办公室来更正。14点其他消息，今仔日的爱心午餐。佮有心灵转角咖啡书房，今仔拢恢复啊！欢迎兄弟当家家来使用。第2点，恭喜本会杨张义兄、刘冠霖牧师、尹夫妇已经得主赏赐一个查甫囡仔，取名叫做杨时乐，愿赐祝福。第3点，今年第1届的洗礼是4月17，各偌济主日，请有心要洗礼兄弟会当来报名。第4点，为着要编排后一季的事工，请会当伫个3月20号进前，甲事工表的内容会当交予办公室。第7页嘛继续为着台湾的和平，咱本会福音事工，佮有白厅中的兄弟。来兄弟来关怀台岛。第8页，奉献的部分若是有出入，请大家家己来联络财务部的同工。以上报告，请牧师报。各位兄弟，咱感谢主，疫情慢慢较放松啦，所以即马讲道甲书会拢会使口罩先至绑来，毋嘛讲有一间台拢会当搁绑啦。有时临时绑口罩敢怪怪，敢毋知啥物所在无好势安尼啊。反正衫穿无好诶种意思吼，所以嘛是一个安稳啊，袂歹啦吼。我惯是，我感觉今年冬天拢挂口罩，感觉那后诶毛病拢较少，嘛是一个保护吼。祝咱大家拢平安。有关即个台岛即个禁食祈祷会吼，感谢主，咱已经有255个人次参加，当然有人是2餐3餐啦吼。所以实际上就是有差不多137人。参加伫即个禁食祈祷会，明仔载就要开始鼓励兄弟吼，你若还袂签，上好1顿吼。有诶兄弟我都食物件无方便，我若无食对身躯袂好势，袂要紧，你嘛咱参加祈祷，无禁食，安尼好无吼？所以鼓励咱较侪人，咱礼拜三去签名伫迄个1楼的迄个咱的公布栏的所在吼。咱等下咱。礼拜三咱14留几分钟，咱要做伙来做庆生会，吼，会安尼，咱来做结束。
请咱起立，三甲来吟上灵的圣诗402首。吟诗煞听何老师祝祷。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衬甲咱正代结实同在，对这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即位，咱真感谢主，3月份的受请印伫周报的内面，然后名单落到，请免客气，来补充咱真欢喜。伫即个准备庆生，牧师做一个补充拄则有讲起着3月20所要进行的即个大道暑假的分享会诚牧师甲我提醒，我毋是中昼啦，中昼本来咱就有中昼顿安尼是暗顿要甲咱准备便当，所以赶紧来报名3月20安尼，咱大家闭万心，咱准备要来庆生会咱伫3月份的受请有遐尼济咱要做伙来为着因庆生，唱一遍台语，搁一遍英文的咱请受请徛起来好无？咱在座受请，我知影足侪受请徛起来，我甲你祝福咱迄个唱歌吟诗煞，咱今日要请咱的师会，就是咱的师文执事伊嘛受请，来请伊来分蜡烛安尼啦来唱来。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让阮迎接春天温暖的日子。阮为着3月份的受请，献上满满的感谢。主啊，因是上帝你赏赐美好的恩典伫伊的身上。伫3月出世，领受着祝福，领受着新的气力，也求你祝福，无论大细、年老少年，大家拢有平安、健康、喜乐。伫工作、事业得到上帝的恩典。伫信仰得到上帝扶持，也伫人生的日子有上帝陪伴，行一个得胜的人生，受祝福的人生。愿奉你的名来祝福所有的受请，恩典满满，甲因三甲同在。伫你面前，我也求你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人今仔日有一个美好的假日，大家人春节拢平安。安尼献上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真多谢咱真多谢咱的以赛亚牧区，嘛多谢咱今日师文执事的服侍。咱大家平安，祝你平安，大家平安好平安。咱楼骹有迄个供餐大家人拢去做伙领受，做伙享受，多谢。